好了，有空的来一下。改诺，这个叫什么？这个沙粒，沙粒。这个沙粒要绑那个阿拜。阿拜。所以它是以前我们的绳子吗？以前就是这个。以前就是用这个。以前不是有那个叫什么？有一个树。有一个树就是专门绑那个小米啊做阿拜。现在那个时候我们长大了，我们才知道要用这个。所以以前那个树，改诺你还记得名字吗？鹿布，那个树叫鹿布，以前是用那个树的皮。就是那样鹿布啊，那个。改诺这个分沙粒的动作有名字吗？我们这样子给它分一条一条的时候。沙勒么勒么。沙勒么勒么。就是这个动作把它变成比较细细的，这样吗？细的就这样是沙勒么勒么。沙勒么。这样这个还没有分尸的时候就沙粒。就是沙粒。这样就是沙勒么勒么。沙勒么。来记起来，沙勒么。你有写吗？那么长，你就写分条的沙粒，绑绳用。来。老师，我好渴。你自己拿你自己的水。好，来那个女生，不了。没有，我们要去那边。这边，那个桌子上清一下，是吗？我没水。这个叫不了。不了。这个。来，注意看。为什么要烧？这个你没有烧的时候，这个要做阿拜就不好包，因为会裂开。会裂开。烧才会软吧，应该是。烧一下才会软吗？看。烧一下再会。所以来，你摸起来有软了就可以是吗？对。来过来，你要看改怒现在要做什么，你要让空间给他，这个变了。改怒，那这个烧这个不了的动作叫什么？拉布。第二张。下一张。这个叫拉布。小朋友来看，注意看，你看这个香蕉叶香蕉叶就是刚刚采的，就是这个颜色你用这个火烫的时候就颜色变了那个颜色变了才是很好。你看，你看一直那个，有没有？有，很变黄。颜色不要靠近那边哦。你看，鸭蛋，你看就颜色就变了嘛，你看。变什么颜色？你们觉得？变深绿色，对不对？就跟你生的肉跟熟的肉颜色会不一样啊。所以要。有啊，我揉了。没有，我没有那个。好，来6年级的来试看看。对。来。变了哎。等下你们各拿一张那个。那我要拿一张小心你们的手。哇！
放下面的。啊，如果下面很烫，上面要请问你的老师？请问一下你的老师？看一个很好听的招式。Legana、穆尼，请你们现在参与我们哦。哦，怎么有两个小黑黑？一个是小大白，一个是小黑黑。小黑黑大概是全身都很黑。好了，不要吵了。慢动作，很差。慢慢。好下。这烟会上来。还没洗过手，摸过，要反过来哟。是直接让你要爸，好了吧，老师。你要问老师，现在老师是在那边。老师，你要，你叫改怒啦。对。前面红。后面。他改怒我都不管他。那是他们习惯了，他们会忍耐，不是真的不看看。你把那些个高年级的给什么了？对呀。只有他一个。哎，咦，大家给那个大概个人呢？那个男生去浴室洗手。好来，那边。等一下你们要揉要搓。这个已经扫过了哈，这个还要擦。可以。哎，如果要擦这个，要注意这个过这边，这个最脏。好了，我洗完了。改怒为什么烤过以后还要再擦一次？改怒听吗？啊，烟不是会有点灰灰的吗？哦，应该是吧。那个小许老师说已经擦干净了，这个香子有擦过，我们简单的擦一擦。等一下，给我们听。对。然后怕来不及。那个。改怒中间这个叫什么？这个哦，这个就是不来讲这个是嘎不兹拉杆，这个嘎不兹拉杆，嘎不兹拉杆。然后后面这个是不咕噜，不咕噜。勒不勒不是？改怒勒不勒不是香蕉叶吗？拉不拉不，拉不拉不。为什么要削掉？因为这个中间很硬，太粗了。哦，太粗了。包的时候就不好。哦。我们做一点点的哦，有草莓的。有草莓吗？有了。真有意。所以它那个尾巴的地方要拿掉吗？这个香蕉叶哦，这个是，你看这样嘛，然后要做阿拜的时候，这个头一个头放这边，一个头放这边，就这样交叉。哦。不要方向一样。不啊。方向一样不好包。哦，不好包。哦。拿那个沙拉油。咖喱色哥色去拿，咖喱色哥色你去拿，沙拉油。谁听到听得懂的就去拿什么？对，里面有锅子有什么？摸你那一块。
母你，来姐姐用。它的耶嘞布丁呢？那边那个冰糖，安诺的。没有错。呢，锅盖挂起来，这个打不下去。这个没有。这个放旁边。那我先煮水啊。该嘛个白个那个，你们呢？这个是我们不要用那个阿拉布鲁哈，就是这样包。好了。那个没有用到阿拉布鲁，就是要用沙拉油。阿拉布鲁是什么？伊娜？肉的那个叶子。那个吉拿布那吉拿布的那个吉拿布的叶子。啊，那个叫什今天我么？们没有要用，所以要用这个沙拉油。如哦果要用那个叶子哈，就是不要用这个沙拉油。哦，有叶子有包叶子的时候就不用用沙拉油这样。啊，以前没有沙拉油怎么办？用那个猪油。就用猪油。我在手上。这样。对，假酸汤。阿拉布。来用，我们要有这个那个哈，还要先有这样煮，要煮刚刚好到这里。没关系，你就先随便用谐音字就可以了。对。来，来小朋友，洗手，洗手，来，给你们用这个，慢了，洗手洗干净。够了吗？到里面洗。上面将军的将，下面一个水。完了。水哦。好，对。我们来了。完了，别干，这样，这样，完了，好，你用这一边的，别干，对，好会，会。要包几条？好。要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还有这个，有这个肉。沙里是炒熟的。不要那么多的肉，太多了不好吃。感诺那以前没有猪肉的时候啊，我们那个男人上山打猎呀、他们带回来的也可以包里面的那个吗？对，可以做阿白。可以做来洗呀。就是那个做来洗，因为那个要吃那个肉，以前就是男生去山上随便找一找，打猎，然后再有吃的那个。哦，好。来这样。嘛，别干，这样。哦。我要剥了要给你。欧啦，你不要用啊！等下就敲头。你第一个洗跟最后一个洗都是洗，在那边叫。两枪。冲到了。等一下。欧啦，你排队。蒸好的时候就这样。注意看感诺的动作哦。我会大记得要让其他人滚。不是，再换过来。我用翻的。等一下，然后这边。不好走。如果去拿那个漂亮。沙里，拿那个沙里，那个沙里。大。我的大。全部快点，拿就过来了。先拿这个。看看没有。
这个是艺术哦，这样子后面往旁边。跟我们做美劳很像。这个要绑紧一点，这样。注意看，不要再玩了，你们两个。然后这个时候就绑在这，要绑紧哦，你们不绑紧哦会收了以后会露出来。这个要绑紧一点。然后呢，这个一条然后过去。他觉得线不够长，这个还要接，洗干净。去你！哎，我也是原住民啊！加油！他已经结块在我手上。这样就还要翻过来，然后再这样。会挖了，随便乱讲的。你随便乱讲的，这不是那个红茶。很漂亮。哇，漂亮！感动你先喝一口水。不用了，不用，我还不肯，谢谢你，谢谢。多多一点哦，我们都要吃呢。对呀、对，辛苦的男人。不是这个你再吃。没关系，等下感动会用。好，把它学起来哦。老师回去有作业会出给你们哦，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学。不准叫我。以前我们刚才讲的，以前没有沙拉，有的时候就没有，就直接这样子用，可是要更小心。因为毕竟是晚上。感动的刀。有找到吗？葵花油。都可以，打不了。你干嘛你加不不煮肥肉？也是有用样。放在脸上。以前我们做的时候是这样，就这样，然后到那边的时候要放下来，要用那个胶带绑
像这个不够的哦，那个香蕉叶那个不要的哦，只有这个。 把那个洞补起来吗？哎，才不会漏出去哦。还是会啊，还是会哦。就是要小心。哦。要摸的是就是要小心。哦。放下去之后才去压，才去给它用好。然后好了以后，把那个香蕉也抬起来，好好的抬起来，差不多那香蕉差不多3整。已经那个时候没有有台风，哦。然后没有这个香蕉叶，要做阿麦哦，就是拿那个槟榔的那个，不是叶子。 叶鞘吗？那个咖啡色那个掉下来的那个。对，要用那个。哦。已经我们就是要用那个。哦。啊，那个也要烤吗？对，要晒太阳。要晒太阳。要烤的话就。所以有台风的时候，香蕉叶没有了。 就是用那个槟榔的那个，槟榔的那个叫什么名字？Liv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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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 香蕉的叶鞘哦，香蕉不是，对不起，槟榔，对不起，槟榔的叶鞘。不要打印了。来，喝眼睛，快点。好，咖喱色个色。这样。要用那个大拇指压这样。没关系，你就写注音。我们回去再查。不多了。就是。他在收获季的前一天晚上，男人都要集中在一起，然后会准备我们刚才有用到哪些材料，有用到哪些东西。第一个动作是什么？所以等一下挖土就用木挖土的，然后挖完土之后呢，我们再排什么？有点像在做粘土哈，来包起来。哦，白色粘土。对。会点了这样吗？ 试试看，你要试试看，试过了不会再说不会，先试看看，对。Lu dulu kau kesana kan bulu-bulu si banana na, me kau pukul kayak bulu-bulu na. 等一下。还没完全包的时候，就头尾折进去。上面这个阿妈子公牌最主要是我们在叠那个的时候，才可以。6年级要不要试看看？哎。烧啊。来，再看镜头。小心哦。要不然不那么快。我先放重的，在边边绑一个结。啊，谁过啊？咦，我搬那边贵哦，搬了不了不能。这刀的话很好用啊，这样。哦。不要用我刀啊。来，
帮忙一下，拿那个装水倒进去，我们要煮装水倒进去了。等一下还要烫那个。给我去找水。哦，先烫吗？等一下吴母烫完，我们再那个装了。对。嗯，感怒，所以那个香蕉叶叫什么？不了不了，用水煮跟用火烤一样吗？一样。一样是吗？反正是这个不了要给它软软的。软软的，哦。这个香蕉没有软软的，真的不好剥。哦，会破掉，对不对？破掉。这个绑这个阿爸有2种呢，小朋友。香蕉，这个绑的时候有的是这样。先看，感怒再讲，有2种方法。有2种方法。刚才是第1种。这个是第2种。就是这样转圈圈，一直转圈圈。Uang nak boleh boleh. Hah? Ipo ko sarkan no. Ini kesarkan, kau dulu kan mak lagi dulu. Kibalangan na yan. 这么一次分的那个先装水。有时候可以去洗一下。敢开呀！妈妈可能带那个花生，哦，你的妈妈可能给你带。等一下，先不要加水，等一下还要用那个香蕉。好。那个还不够，我们的香蕉还不够。还让放过来的是，这个是第2种的那个，哦。这种方法。也是还是这样。你们便当啊，你不能去那边饿肚子，然后好像老人家都要帮你又要煮吃的给你，没有，只要你是香蕉，我告诉你，你自己带你自己捞，但是最主要的是不要起来塞，因为我们说吃那个我们男人工作的时候比较不容易饿，然后比较有力量。你吃一些其他的食物可能比较容易饿，你会没有基础没有力量，你的动作比较慢，不是吗？所以这个捞里会分享，没有带的人也就是变成要给你吃，要帮你到那边会互相吃嘛。你们要不要用？啊，这个很简单，来。来6年级。这样。毕业生，准毕业生。这个来。来6年级。来。来3年级、1年级。这边。好了。来，那边。哦，对。你刚才有没有老毛？你刚有摸吗？真的没有啊，但是还是要照顾到啊。以前我们下单的时候，很少人带那个，有的人没带东西吃啊，有的人带很多啊，所以就那个便当一定要付出。跟巴扎斯有点像哦。有没有？哎，你这里错了，可能你这里错了。好，老师检查。错了。这个，好来，这个有技巧。这个一定要把这个对这个，这个有这个嘛，要跟着这个嘛。你呀这边这个线不会爆掉，你看还是在这里啊，你就这样。谁家的水？没有，就把感觉捡起来。过来这里。不是那样。你像这个，我怎么记那么多了？没有，就记2个。哦，很好了。要动脑筋啊，要问赢啊，机会难得，敢问赢啊，还要放过。都要问。
过了，还是这样，来，还是这样。你等小心。好像第二个要用比较长的呢。你说绳子会用比较多吗？第二办法。可是感觉那样比较牢固。如果像这样这个绑的如果你要时间比较赶的，这个比较简单。哦，这个比较简单。这个也是难一点。第一种比较难。哦，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绑的会比较好？哪一个绑的比较好？就是一样啊。一样吗？一样都很整齐。哦。只是绑法不同而已吗？因为我们就是像这个，我们就是这样绑，然后再绕这样。你看这个很那个嘛，很整齐呀。再过来这个这个就是那个插一边绕来，然后再扎过来，然后再你不要挤压下去，它等下会很难拿。不要挤继续收。这个可以拿掉吗？好。谁的？那个。这个是。先放在屋顶。我要变红。